皇上啊，依旧一副冰山脸，人家那么美，他都不看呢。你这一脸烂包，皇上怎么可能会看呢？我们还是做一个嗑瓜子儿的安安静静的美女子。老二，你可不能再像那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一天到晚四处瞎混。告诉哀家，你那根断了的弦何时才能连上啊？断了的弦该怎么连？我的情伤还未痊愈，不敢再谈情说爱了。皇祖母，希望您能谅解。你说你好好个孩子，怎么就为那么个狐妹子？老九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到现在还不娶妻，哀家问你，可有看上的姑娘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并无意中人。唉，哀家这辈子啊，阅人无数。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脸都红了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告诉皇祖母，是哪家的姑娘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孙儿确实没有意中人，等有了，一定会让皇祖母先知晓。鹏鹏，来，到哀家这边来，哀家有话要问你。皇祖母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姓杨的这个臭小子，都已经结婚了，他怎么还不放过我的乖孙子？你该不会是怀疑他们俩搞 gay 吧？什么是 gay 啊？断袖情。我看像。啊，我跟您说吧，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好、特别好的朋友，直的都不能再直了。我偷偷告诉你吧，那些天我还在青楼碰到他们了呢。哎，那哀家就放心了。哎，鹏鹏，你为什么去青楼啊？皇祖母肚子疼。我们去给皇上敬酒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我们来敬您酒了。皇上请喝。哎，皇上，九哥，尝尝我的你干嘛去酒啊？嘛，来嘛。哟，九王，老地方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好巧啊，这茅厕简直就是我们的福地啊。鹏鹏，这是我送给小皇子的礼物，我希望亲自交到你手上。太精致了，九王，破费了。这虽然是我送给小皇子的，但是却代表了我对你的心意。这个送你。我知道，你怕我有了孩子以后心态就变了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心猿意马、朝三暮四的人。在江北时，是谁落井下石，对我痛下毒手？又是谁挺身而出，带我逃出升天？这件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鹏鹏，我确实有过不放心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是我心胸狭窄了。所以我把这个荷包送给你，代表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明白。
娘娘，你怎么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呀？皇上找了。咱们现在就回去。哎呀，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上一次，咱俩就是在这儿打的他。娘娘，您这次是不是还要打他？您放心，奴婢绝对不会坏您的好事儿。哎，咱们这次不打赵王了。不打赵王了？那我们打谁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年纪轻轻，整天想着打人。咱们这次啊，谁也不打了。娘娘，这次可别打我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当真？那么今天我们只动口，不动手。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坐。怎么了？这是又想僵尸了？今天皇祖母还提起你续弦的事儿呢。续弦续什么弦呀？我已经看破红尘了。不就是一个僵尸吗？啊，看把你给整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你已经看破红尘了吗？为什么还拿这个酒瓶子灌自己啊？我没有拿酒瓶子灌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我是觉得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呀，太可惜了。我那么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又那么帅气的男人，居然看破了红尘，你让那些一般人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怎么活呀？你还真是传说中的自恋狂魔呀！这正是我多年来的心头苦啊！兄弟啊，你的苦我都懂。你现在是属于失恋的中期，嘴里不说，心里难受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些不痛快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说明白了，不就是一个臭娘们吗？臭娘们，你这句臭娘们骂得太解恨了。你真是我的知心好姐姐呀！知心大哥，知心大哥。